好，咱们再来1个小时啊。下边看第10句。我嘎吐给，我这个给就是工具句格，实际上是我是主语，这个呢完全是句格，就是嘎吐是句是工具，由于它造成个什么现象，嘎是困难，咱们前头也见过，嘎是困难，不容易啊，艰苦，苦。吐是什么呢？吐是这个忍耐、抵抗。如果它的字性呢，可以用1个字代表，就是敌人的敌，就是能敌，就是能抵挡得住。具体的讲就是忍耐，能抵抗。然后这2个词合起来呢，就是忍耐苦，就是能忍耐苦，能这个抵得住苦，这个叫忍苦，或者叫苦行。这就是有点这个转译了，就苦行。他这译的是苦修，实际上这个最基本含义就是苦行，就是忍耐苦嘛，就是苦行。我被这个苦行怎么样呢？东北驴，东巴。这个东巴是什么呢？东巴这个最基本含义是烦闷，燥热，反正是忧伤苦恼，反正就是这个痛苦什么，就是这一类的。经常被译为折磨，他这地方也是译的折磨。还有一个，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奢望，就是一个大字下边一个者，行者的者，一个大一个行者的奢望，就是过强的贪欲，奢望过强的贪欲，2个意思。实际上这也是有关系，你贪欲过大必然要烦闷燥热，要这个忧伤痛苦，叫这个被苦行，这个叫弄得烦闷的燥热的是这个痛苦的身体，我被苦行折磨的身体，这就是一个意思出来了。咱们再往后看，虾玉柴度，虾是肉，玉是骨头，肉跟骨头呢柴是分离，肉跟骨头分离。图是后边这个动词要求的。掐挖是什么呢？掐挖是这个跟它上边那个就是正对着上边那个懂挖呀，这个意思一样，就是什么呢？走去往出发，走去往哪儿去？掐挖这个往哪儿去呢？往这个分离去。什么分离呢？骨头肉分离，往骨头跟肉分离的方向去。下边就译成什么呢？叫骨头和肉都快要分家了，就是往骨头和肉分离的方向去，就是还没分离，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它叫快分家了，译的不错。往分离的方向去，现在还没分离，还挨着了，但是呢就往那个方向再走，都快分了都。就是米拉日巴在山里头苦修的这个不成人样了，就是他这个呢只是一个意思，然后他加一个阿克鲁伊，你就注意他经常有这种一个句子做一个形容词，这就是这个句子整个一加阿克鲁伊成了形容词了。说骨肉快分家的这种的什么呢？巴拉
巴巴拉，皮肤上，巴巴是皮肤上，在这个骨头和肉块分离了这种这个皮肤上呢，什么事儿呢？是破布摸，破布就是毛，就是动物的毛，人的头发，人的这个汗毛都是破布，就是毛。摸是形容词，是一种这个颜色。它这个咱们先说它的名词，它的名词是什么？就是幼苗，就是这个植物的幼苗，就是幼苗，嫩绿的新芽，青草蔬菜，这是名词啊。咱们先把它名词的意思说了，因为这样好记。就是名词就是幼苗，嫩绿的新芽，青草蔬菜，你就记几个就是意思出来了。为什么后说它形容词呢？它这个形容词不太定，它字典上写的是青蓝的，青草的青蓝的，什么蔚蓝的。你说这青蓝的它算青啊，算蓝啊，算什么？这个好像是偏蓝，但是呢它经常被用作绿色，因为嫩绿的幼芽嘛，颜色不是太这个清楚。嫩绿就是这个青蓝的，就是蓝绿，反正蓝绿色青，它字典上是青蓝。这不知道它，你看它是青蓝的、蔚蓝的，蔚蓝的就是全是蓝。但是蓝呢，有时候也就跟那个青有时候也分不清，青有时候也就是指的蓝，青有时候还指的黑，所以这个颜色，但是它这儿呢就翻成绿，青蓝有时候所以它这个颜色不是太那个，比较灵活，就是范围比较大。所以我说你就先记住它是幼苗，那个名词是幼苗，你根据这个颜色，幼苗一般是绿为主，然后呢它又是青蓝，这三种颜色你都记住。回头慢慢见了这个藏族人呐，可以这个请教请教，究竟是怎么个颜色？然后后边是醒埃瓦盖，醒埃瓦是一个形容词，这个倒是确切，叫混乱的，或者记一个比较准确的叫参差不齐的，这个比较准确，参差不齐。参差就是参差，参加的参，差别的差，参差不齐就是参差不齐。这个比较准确，就是参差不齐，就是说高高低低，什么长长短短，反正就是那个参差不齐。那个混乱，你这两个意思基本上把这个醒埃瓦就出来了。好，下边咱们看这个整个句子啊，最后一个词就是 get， 就是生长出来，始生出来，生长出来。咱们看啊，他说我这个被苦刑折磨的身体啊，骨头跟肉都快分家了，这样情况下的这个皮肤上呢，生长出了毛。这个毛呢跟了两个形容词，一个是摸，就是青蓝的，它这翻的是绿毛。然后醒埃瓦乱蓬蓬的，它实际上是什么呀？它老吃草嘛，吃那个蒿草是吧？老吃蓖麻籽，它老吃草，这个它就是绿色素太盛了啊。它那个实际上可能皮肤也都绿了，然后那个毛就好像绿了，实际上估计是不是它的那个头发胡子呀，是不是也受点影响？所以乱蓬蓬的那个。参差不齐的那个醒埃瓦还有蓬松的意思，所以呢，这就是米拉日巴在这个山东的苦修啊，光吃草，这个弄的这个就是不成人样了，就这么一个描写。好，这个他这语法意义呢，就是说这个摸跟这个最后这个摸跟醒埃瓦的关系啊，是摸是不带那个。你比如说摸包摸巴什么，就是形容词尾不带形容词尾，光要词根，它就作为一个中心词，后边这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实际上它俩是同位关系，就是又是绿的又是乱的，但是呢它在语法上呢，就是有一个中心词后边来形容这个绿毛是乱的，就是这么个语法关系。好，咱们来这个读一读啊。牙嘎兔给
雅嘎兔给东北驴夏瑞柴度恰威巴巴拉破布我行爱瓦给好，看下边那一句，说哈康南给色西，这个哈，我讲到那儿讲啊，哈康神房子就是神殿，南给神殿里头的撒就是地，哎，然后习是什么呢？习就是地点、位置、基础、根基。你记一个地点，一个根基。它这个，然后它扩展那个抽象意义就多了。事物呢就包含一切东西了，事物。然后因缘、种子啊，这个习呢，这个量很大，那个包含的意思很大。最基本含义一个地点，一个根基，就是基础啊、根本啊这些东西。好，这是指什么地方呢？就是撒是地，撒西的意思就是基地、根本的地、基础的地，就是大殿的那个主要的大地面，哎，大地面。实际上，这个根基有这个根本的主要的意思，这一块地方。这个由于后边是闭音节，那个撒呢，啊就要读读成所以色西，哎，这是那个弱化，元音弱化。再读一遍啊，哈康南给色西，秋谢堂扎为囊度，秋是水，谢是两个合起来是水晶。水晶是什么呢？这个字典上介绍就是咱们现在的玻璃，哎，这个古代呢就叫水晶，这个这实际上它也有那个现代的说的那个水晶，那就是高级的，就是属于比较高级的矿物了。还有这个就是水晶就是作为这个宝石宝物的水晶，哎，反正这就是各个层次的了。但是它这个秋谢呢，就是指这一类的，就是玻璃、水晶这一类的，哎，都算。在那个梵文里头呢，就梵文译音就译这个汉文译破之家。咱们在那个解释密经不是有破之家宝吗？就是水晶宝，就是水晶球，哎，破之家宝就是水晶宝，透明的。但它古时候还没有现在玻璃浆工艺，所以它应该所以是那个水晶就是原始的，原始的那个矿，开挖出来的。它现在玻璃可能就是现在的解释吧，也帮助咱们这个理解记忆一下。然后水晶唐扎吧，就是像水晶一样，是吧？像水晶一样的里面。实际上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地里面，就是地上面的意思。整个这一句就是说，神殿里头的地像水晶一样的地，就是这个囊这个就是指的那个地面像水晶一样，就是囊就是那个地里头，地里头实际上是地上头，不是指这个地下边。都就是在这上边，在这上边怎么样呢？看啊，是强瑞堂东梅，强是强，强咱们拼音教材学过，强是强，日带那个撒是图画，强画就是壁画。
就是壁画。唐什么呢？唐这个董妈是什么呢？是屋梁，就是这个屋里的那个临条上啊，屋梁。这个壁画和屋梁的蕊木就是图画了，然后这连着的，这个壁画和这个屋梁上的图画的什么呢？图画的那就成了图画里头的，咱们读啊，蕊咩梭恰nam，图画里头的梭恰就是生命，动物。梭是生命，梭恰就是动物，恰有这个集中形成的意思，就是动物。图画里的动物 ，nam 是门，动物们。然后后边形容词出来了，叉西盖瓦读，叉是什么呢？是这个如果单独做名词呢是鹞子，就是那个叫鹞子，就是咱们也就别记了，那个字儿呢是那个一撇三点儿，下边一个跟那个遥远的遥那个里头那个似的，一撇两横一个山，然后这边一个鸟鹞子也叫隼，那个就是就是飞得很快的一种小鸟，吉那个字是吧？就是吉字儿下边改成一个不要那两撇，光一个十字儿，吉字儿上边就是那个集体的集，把一撇一捺去掉，一撇一点去掉，底下就剩个十字，不要木字，剩个十字隼。这是它的那个名词。它做形容词的时候啊，就是叫花色斑驳。斑是两个王字中间加一个文章的文，帛是一个马字，右边两个叉，上边一个叉，下边一个叉，花色斑驳。就是名词就是那个隼鹞子，这个形容词就是花色斑驳，花花绿绿就是。然后它这个本来它是个形容词，就是说这些动物们呢是花色斑驳，就是动物各种颜色的都有啊。然后它这个后边呢还有形容它这个形容词的它这个形容词光一个词根没有词尾，这个后边呢有一个形容词叫西盖瓦是形容这个叉的，形容这颜色的。它这个西盖瓦什么意思呢？是蠕动状，蠕是一个虫字的虫，一个需要的需，蠕动状，慢慢的蠕动那个状态。披散状，一个是蠕动状，一个是披散状。西盖瓦两个意思，然后合起来呢，就是说壁画里的动物们呢，花色斑驳，就是说这个各种各样都有。它不但是花色斑驳，还有这个披散状。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这些颜色呀，披散出来，挥发出来，就是发挥出来，它有那么个意思，就是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意思啊，比较难体会啊。整个句子来顺一顺，说神殿里头的地上，像水晶一样的地上，这个壁画和屋梁的图画的，说这地上怎么会有壁画和屋梁呢？它反那个，因为它那个地像水晶一样，它可以反倒影是吧？它那个地板呀像水晶一样，所以屋梁上跟四边墙壁上的壁画上的那个动物啊，它能在地板上反映出来。反映出来是什么样呢？加形容词。这些动物呢，一个是花色斑驳，
就是什么颜色都有。再一个呢，就是蠕动状、披散状，这个好像可能是不是它这个闪闪烁烁的，反正影影绰绰的这种状况。然后读物是有，就是地板上有这个动物的这些花花绿绿的形象，这就是大概意思出来了吧？咱们来看读一下啊，说哈康南给瑟西，哈康南给瑟西，秋谢汤扎为囊度，秋谢汤扎为囊度，强瑞汤东梅，强瑞汤东梅，瑞灭所恰南，瑞灭所恰南，查西盖瓦读，查西盖瓦读。好，咱们翻过来。形容词可以做定语，可以做状语，定语形容名词，状语形容动词或者形容词。现在学第三种，就是形容词还可以做补语。补语呢，它是你看它的介绍啊，说做补语的时候呢，位于动词之前表动作的结果，就是跑得快，咱们说补语，说这个跑得快，学习得好，干得欢，那个就是动词表示形容动词，形容动词当然在动词之后说干得怎么样，表示动作的结果，所以它就叫补语。但是这个藏语呢，它是动词在后，所以它倒着来，干得怎么样在这个动词前头。形容词用原形或带后缀巴、娃，或用词根前头加个且，但后面都要加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动作的结果都要在动词的前面加个拉，就是动作变成了那个样子。前边这个呢有几种变化形式，一个是形容词可以用原形，什么也不变；第二个就是形容词后边可以带个后缀巴或者娃；再一个就是用那个形容词词根，不要词尾，但是呢在前边加个前缀，加个且，这是几种形式，就是补语的形式。咱们看看具体例子啊。第一个说 Q 题名 Q 题名 Q 是小孩子，他的名字，这个题跟那个 Q 呢就是同位语，那个小孩子的名字，那孩子的名字。然后呢叫什么呢？叫嗨人亲协大嫂，嗨人亲协大嫂，嗨神的，人亲价值大，就是宝贝，神的宝贝，下边翻叫什么呢？叫天宝。嗨哈也可以说神，也可以说天，天人嘛，所以天人的宝贝，天宝，天上的宝贝都可以。协是叫做，大是咱们说了是那个挂上起名的起，挂上什么这个拴住系上，起名的起，起了个名字叫天宝，那个孩子的名字起了，那孩子名叫天宝啊，就完了。好，后边气亲包日给呢，气亲包日给呢，气是后来，亲包是大，然你看这就开始用语法了，然是拉丁，给是动词，生长往前倒着，生长的大了，生长往大处生长，生长的大了，补语，就是后来长大了，就是这意思。后来长大了之后，后来长成大，也可以说那个长成大的了，长成大人了，就是补语，动词往前加个拉顿，长得如何，长成大个大人了。后边啊，忙度退，忙度退行，
这也可以看作这个刚才的语法。正常的它是什么呢？盲读是把那个读理解成土野地，非常多地听闻。这是一个这个理解。也可以倒过来，就也按照这个动词补语，听的非常多，是吧？也可以。倒过来嘛，作为补语，他听的怎么样呢？听的很多。叫听闻很多，很多闻，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啊，多闻。兴是和，谢吧妈妈汤，谢吧妈妈汤，谢吧是知道的。谢吧最基本含义就是知道。如果要是这个这是动词，如果名词呢就是知识。所知道的东西，忙吧很多，这是直接就是形容词。就是前边是名词了，它这样的话就前边谢吧就是所知道的知识，忙吧就是形容这个中心词，那就是知识很多。堂后边狗仔搭每本狗儿，狗仔搭每本狗儿，这个好像搭是读这个二声吧，答是不是啊？我现在记不清了啊。是吧？二声啊。好，咱们来看啊，狗是什么呢？狗是这个就是心所里头有一个心所叫狂，一个言字旁一个狂人的狂，狂就是骗的意思，狂骗，你干脆记两个字吧，狂骗。他那个因为那个心所一般他就用一个字，就是狂，就是骗人。冒充，记这两个字就行了，狂骗冒充。这就是以假的充真的。狂就是说假话，说谎话。这个灾是什么呢？灾是这个这个灾是技能能力，灾是技能技术能力。技能能力，这两个这个合起来之后呢，就叫技艺。这个书上你看他翻译的就叫技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技术跟他的这个技艺还武艺两个意思，一个是你掌握某种技术技艺，再一个武艺。这个狗仔，咱们可以怎么这个来理解它呢？这个在就是指能力了，也不管你能力大能力小高低什么，它不管，它就是一个能力，是个中性词。前边这个呢说狂骗不太好吧，你这样来理解，它是这个后边如果再加个然就成了狗日是什么呢？就是变化，狗日就成变化了，移动变化，就是那个咱们常用的那个词了。狗日在就成了变化的能力，就是你看你技术，什么叫技术呢？你能把一堆原材料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是吧？变化的能力，所以这就好理解了。就不是，实际上它那个形式上是那个狂骗，但是它是用的字根，所以它应该是那个变化，就是变化的能力，这就是技艺。也就是说人们有什么技术啊，其实就是掌握了一种变化的能力。再一个就是那个狗妈就是幻术，就是这个前边这个狗妈就是幻术，狗妈呢那就是这个变化的一种技术嘛，狗妈，所以这个狗呢实际上是变化的意思，变化的能力就是技艺。好，这个技艺怎么着呢？答是月亮，是吧？答是月亮。没本无有，没月亮什么意思啊？不是没月亮，这个月亮啊，这个答呀还有其他含义，就是你要光这个就是这个呢是月亮，你要加打勾加成形容词就变成了什么呢？
朋友，打包就变成朋友。他因为这个地方呢，他取的字根，所以那个包就表现不出来。打包是朋友、配偶，助伴。你看这助伴其实也可以说朋友，但是助伴呢带有助手这个伴侣的意思，还有配偶，就是什么呢？这个月亮啊，你跟中国这个就是跟它的本意含义那个有月亮肯定有太阳，月亮是太阳的一个助伴，一个朋友，所以呢，它有这个朋友、助伴、配偶，就有这个意思。这样你就好理解了。达梅吧，就是没有朋友，没有助伴，没有什么呀，没有跟他相等的，就是无敌无比。就是下边啊，他译的无敌，实际上它最基本含义就是无比，就是没有跟他匹配的，没有配偶，没有助伴，没有朋友，独一个。没有月亮的意思是没无比的意思。没月亮呢就光剩个太阳，太阳呢就独一个没比了。所以呢，这个达梅吧是无比，技艺无比，武艺高强，就是啊。比如变成了，你看前边那个狗仔呢，跟这个的区别就是那个加了一个上加字撒，变成这个使动动词，后边这个呢去了上加字撒，加个然，它就成了自动动词，就是变化。好，整个句子意思咱们看啊，说那个孩子呢叫天宝，起了个名叫天宝，长成大人之后呢，他这个多闻，他这说听闻很多，是知识很多，然后记忆无比，变的，比如最后一个长大之后他变的，形成了，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然后咱们来复习语法，语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形容词可以做补语，在动词的前边加一个拉顿，变成什么样子。说你看第一个 get， 第二行的头一个 get， 生长的大人，生长成大人，是就是做动词的结果，长成了大人。这也比较好理解啊，咱们来就是记住它的形式。长成了大人前边可以用形容词亲包，形容词原形不变，也可以呢给它变成带后缀，上边就是巴娃，也可以呢不用后缀，就光要一个词根前边加个且，有这么几种形式，就是表示动作的结果。好，咱们来读一读啊。QT 名 QT 名海人亲协大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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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치 친벌 깨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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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망도 퇴行망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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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퇴行谢把忙瓦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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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규제 다 매발 귤 규제 다 매발 귤 규제 다 매발 귤 규제 다 매발 귤这就是形容词做补语。再看一句，卡基尼，卡基尼，卡基尼，有的说，就是卡基不是没有说，说是在最后，最后叫写塞若，那是说前面的话。卡基就是有的，就是一部分，卡基就是有些，一些，有人，卡基也可以指东西，卡基一些，这个如果看那个字的意思，卡是口，基是不定的在头一口，某些口，某些嘴，就指有些人，卡基尼。行忙度灭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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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是田地，忙度是这个多地，灭是耕种，咱们前面见过。说有的人说如果多的种地，多的种地，널이 망벌을 기울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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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널是财物宝贝，
义是什么呢？义是珠宝，就是各类的这个珍珠宝贝之类的，这个的一个总名，就是珠宝。挪儿义就是还是指财物，还是指财物的意思。莽包日给日，莽包日给日呢，这个就是不能理解成那个叫土野地了，就是多多的变成，就不能这样理解了，就得反过来理解，就是变得很多，形成了很多变化嘛，变化成很多，就是动词的结果，倒过来就成了补语了，变化的非常多，就是有人说，如果多多的种地，就可以变得有很多财宝，就是就可以发财吧，就这意思。邪塞若，邪是引号，塞若是说，这个意思也很简单了，咱们读一下啊。卡基尼行芒度灭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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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尔伊芒包日给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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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塞若，邪塞若。再看一句，想别说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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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别想包是舅舅，他做主语，说那就是农业，说单独意思是牙齿的牙，说那就是农业。切贝内，切贝内，这个切是做农业，就是做农业，那就是这个种地吧啊。舅舅种地的内，注意这个内显然不是那个什么词虚词的内，因为它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实词。说舅舅种地的内还有一个意思是青稞，这就是指青稞了，就不是那个之后什么那个虚词了。说舅舅从事农业的青稞，也就是舅舅这个耕地种出来的青稞。后边啊，给拍度记着前内，给拍度记着前内，给是生长增长，这个拍是滋长，三点水一个那个滋介绍那个滋长，发展，这两个词呢有这个相似的地方，一个是增长生长，一个是滋长发展。滋长呢合起来呢，它有这个就是也可以说增长，它有繁殖的意思，就是动物就繁殖，养牲口就繁殖。如果事业呢，这个做企业呢就增长发展，就是这个兴旺发达，就是这个意思，发展起来。读就是成了这个样子，记着且就是尽力的做，尽力的使它繁殖。使什么繁殖呢？使那个青稞繁殖。它使青稞怎么繁殖呢？不是指的说收了青稞之后第二年还种青稞那样繁殖，它是指的他把青稞当那个当那个债借出去繁殖利息，不是拿这个钱放利息，是拿粮食放利息，这个意思。这样这个就是虚词，在这样做了之后呢，帕杜索，帕是暗中，就是那个背地里，咱们前头见那个1把尖，就是那个暗中的人他没看见。帕杜索是什么呢？索是这个这个字典上解释呢，咱们
直接把它字典上咱们把它直接字性抽出来就是积累，缩就是积累。字典上它词儿叫什么？叫修集，修行的修，集合的集，修集，造作发展。其实你可以从里头这个体会出那个积累的意思来。修集，修行积累，造作发展，这个实际上它字性就是积累的积。说暗中积累，暗中积累就是种了粮食又放债，暗中积累粮食。后边这个啊，勤约白养，勤约白养，勤前边学过，这是个虚词，是正在的意思，表时态，正在。约吧就是有，这个表示前头就是说正在，一个是表示正在现在时，一个是表示重复多次，就是经常这样做，就是他反复的放债，反复的这个来这个暗中积累，多次的这样积累，就是老用心做这件事儿吧。羊后边成了什么样的？忙热度松，忙热度松，松是走的过去时，这个地方表示什么呢？走成了这样，变成了这样，最后就走到了这种地步。走到了什么地步呢？前面加一个补语，加个拉丁，前边忙热和又多又这个热非常的多，就是攒了很多粮食，就是走成了很多，变成了很多。打下来的青稞呢，经过他这么暗中放债啊，这个来回折腾，折腾，最后这个攒的粮食很多，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那个米拉日巴的舅父，他为了这个给这个帮助他姐姐跟米拉日巴俩孩子呢要回这个财产来啊，他这个种青稞，把什么这个弄成酒，把那个换成钱，什么买了东西弄宴会，就是为了让那个谁成人那个举行宴会，让他要回这个财产来。他舅舅这个尽力帮助他们啊。好，咱们读一下啊。想别说南，想别说南，切别内，切别内，给别度记着切内，给别度记着切内，阿度说听约吧样，帕度说听约吧样，忙热度松，忙热度松，这是补语，做补语。下边再来一个看补语的，这就是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故事啊。这个倒回去一句，那个是胯骨以上部分显现出来，这儿是刚把面部显现出来。看这个句子啊，江南得给，斜阳云度丹巴，斜阳云度丹巴，这是在把顶髻的那个头发发髻显示出来之后啊，阳是右，就是它显示出头发来之后，那个姑娘的头发变好看了，然后斜阳脸也，世尊的面部也怎么着呢？晕度丹巴，明显的显现出来了，清晰的显现出来了，就是显著的表现出来了，世尊面部也明显的显现出来了。普木提，那个姑娘开始做什么动作了呢？她这是主语。通马塔杜嘎咕嚷贝，通马塔杜嘎咕嚷贝，那个姑娘通看见，这不但看，包括看见啊，这个动词就是看见。那姑娘看见马塔杜，这个没有距离的，它距离，无距离无间的，就是立刻马上，
他一看见了，就马上怎么样呢？嘎咕嚷的，咱们说过，嘎咕嚷是高兴，非常的高兴，就满心高兴啊。因为他在那忏悔，说我前辈子造什么业了，这辈子长这么难看，师尊呐，听说你有很大的神通哈，你救救我吧。一求呢，师尊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当然他一见就高兴的不得了了，灵验了啊。嘎咕嚷的就是非常高兴啊。由于这样，后边加了个撒，就是这成原因了。由于这样，后边会产生个什么结果呢？他这一高兴，他不高兴还不行啊，他这一高兴相应了，然后呢，他新的力量使自己的善业就显现出来了。普目提心，普目提心养，那个姑娘的脸也，那个姑娘的面部也怎么样呢？상승 재발을 기울다. 상승 재발을 기울다. 变的，最后这个变成什么样呢？压前头就是变的样子。两个词，상승 재발。这个先体会藏文里的意思。丧是质量良好，丧是质量好。贼呢是看起来漂亮、美丽，颜色、形状，叫形色，还有一个什么色来着？显色哈，显色、形色漂亮，这是那个贼吧。这个丧呢是质量好，质地良好。那他的脸什么叫呢？就是脸变的呀，颜色也好，形状也好，这是后边贼吧。这个丧表示什么呢？那个皮肤啊很细，然后什么这个，反正就是质量好，所以他那个丧跟载，他那个描写的方面不一样，在这个汉文里头可能就简单了，汉文里头就也变得很漂亮了，就完了，这个汉文里头就概括性很强了，就行了，这个意思都很明白了，语法意义就是变成什么样子，一个补语。都很简单。好，咱们就读一遍啊。점점 되게斜阳云度丹巴普木提通마타도 가구 랑베这个马塔杜就是正常的读是马塔杜，为什么可以读马塔杜呢？因为后边那个是这个马碰到后边，它有时候受后边那个音的，它如果高声，它就可以读高声。这个口语里头无所谓，这个都对啊。普木提信仰。상승 재발 기울다.再来一句啊。开锁窝。天神的，什么叫锁窝呢？这个锁本来是吃，窝就是一个这个名词化的词尾了。锁窝不是吃的人，是工作人员、工人，干活的。天神工匠，你看它译成工匠，天神工匠，天上来的工匠啊。这工匠叫什么呢？叫皮修嘎尔玛。下边译是貔貅戈尔玛，他那个嘎尔玛就是分开读，因为它是译音嘛，它是从那个梵文直接译音过来的，所以嘎那个上边上加字然就读日，然后玛，嘎尔玛。
正常应该把嘎做成前加字直接读。不，它这个译音跟那个单词读是两回事儿。它译没有做前加的。对，嘎也没有做前加的。它这个译音呐，它就是照着那儿那个那儿有什么音就往这儿摆，所以梵文转写出来的译音呐很怪。你可以。他那个念应该是嘎拉玛萨。不，这个萨是应该是在这个句子里头加的。就是加那个主语，对，主句格，对。那应该嘎尔麦。不嘎尔麦啊，对，这无所谓了啊，嘎尔麦，对，应该读嘎尔麦。这个，因为你要是对，应该读嘎尔麦，就是你要是强调它的名字呢，也可以那么读。这要是译出音来，必须嘎尔玛啊，因为那个麦是一个含句格出来的，不是它的原来。对，反正你自己明白意思就行了，就是要防止这种情况，就是他是天神工匠这个人啊，行了。铁南修堆切呢，铁南修堆切呢，铁南这就是得看前边这个工匠做，你看乃是之后，且是做了什么之后，做什么之后呢？然后做什么呢？咱们往回倒着来啊，堆是什么呢？堆是那个它的原型啊，就是那个叫戒律的那个驴吧，那个条幅，那个动词就是条幅，名词就是戒律。驴吧的原型是阿沃塔写就驴拉驴，它的原型是阿沃塔写就驴拉驴。这是原型，这个是它的过去时，叫堆。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条幅，就是它这个条幅实际上这个技术性的意思是什么？条是调制，就是条理；幅是制服。你工作嘛，工作就是要把一个东西给这个怎么整理、调幅、治理，反正就是你没有秩序，你给它弄成秩序，不是东西，都是些原材料，你要把它调制成这个能用的东西。它实际上是调幅是这个意思，但是用到人的身上调幅就成什么了？叫训练、教化。这就有了这个不是技术性的调幅了，就成了调幅人就是训练教化的意思。名词就是戒律，戒律就是调伏我们的心，训练我们、教化我们的，所以它名词就是戒律。这是这个字的本意。现在呢，完全是用的它的最基本的那个技术性的调伏，就是调东西。调什么呢？修是又是一个动词。修是什么呢？融化。修是融化，就是消化、融化、消化。前边也出现过。说这个毒药吃，食物吃了不消化，就会变成毒药，就是修，修是消化。铁南这就得看那个句子前的意思是什么呀？颜料，这你光从这个句子看不出来。那些东西，什么东西呢？那些颜料，融化，也可以说这个修呢，也可以这个动词可以做形容词，融化的颜料。就是把那个颜料都融化好了之后呢，它来调，也可以这样。你看它这意的是将那些颜料融化调好之后，它是作为两个动词，就是先融化再调制，把颜料都调好了之后，然后啊，却估却揪日，却估却揪日。却是法，估是身，法身，直接就是法身。却是方向，揪是十方。日是这个拉丁，就是向十方。后边看动词是什么？单拜七。这个七日呢，有为了的意思。他为了，他要是用他为了呢，就是必须前边加 ak 故意，就是什么什么的目的，什么什么的这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这是它的那固定形式。
说什么什么的目的啊，是显现。单吧不是说一个是说，一个是显示嘛？显示成什么呢？显示成十方，显示向十方，使法身，为了使法身向十方显示，这是目的。目的是为了使法身呢向十方显示。你看它下边是为了使法身能向着十方，就是上下前后左右这个八方，就是各个方向都能冲着这个都能向着，就是法身向着各个方向吧。然后后边啊，为了这个目的，普巴东包切，普巴东包切，普巴是瓶子，东包是圆形的、球形的两个。如果是平面就是圆形的，如果立体就是球形的，圆形的、球形的。这个呢就肯定是球形了，因为它是向着十方，不光是八方，上下还要向着，所以它一定是立体的。所以这个瓶子是个球形的瓶子。为了使法身呐，就是向十方显现，就做成圆平形状。他把这个法身做成圆平形状，是把那个为了把法身这个冲向十方呢，他把这个法身做成一个像球形的瓶子这样的形式啊，这个意思，就做成圆平形状。这个不是圆平，是圆平形状的法身，把法身做成圆平形状。好，下边啊，忒切切了，忒切切了人呢，忒切切了人呢，这个忒是指这个法身了，上边一直在谈它。这个切前边，切是大，切前边加一个且，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动词用形容词做补语的时候，后边加一个啦，前边可以什么呢？用它的词根形容字根，然后前边加个且，这是做补语的一种这个标记。就是那个法身呢，惹是什么呢？最基本含义是沾染、夹杂，还有完成的意思。沾染、夹杂还有完成的意思。这个他这儿取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他取的是那个沾染的意思，就是这个做成这个圆平状的这个法身呐，沾染有这个渐的意思。沾染，你沾染什么？它肯定是沾一点蹭一点，越来越多沾染哈，越来越那个沾染的多。沾染有这个越来越那个由小向大，越沾越染的，有那个意思。沾染的呢成了大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大，就有这个意思。就这个法身呐，它这个具体这个情况不知道啊，可能咱们就按照它字面理解吧，可能它就是他画的这个法身呐，就是一个圆平状的。这个圆平状的法身呢，它就变得越来越大。这个天神工匠他不是像我们那个人一样说画个画不能动了啊，他不是那样，他就使它变得越来越大，就沾染的越来越大。然后呢，南卡瓦腾的，南卡拉腾的，南卡是天空了，向天空的腾是什么呢？走去，腾也是走去，就是出发。这个的原型，这个是过去时，这个的原型是什么呢？阿沃塔那若懂啊懂，阿沃塔那若懂啊懂，这是它的原型。跟那个就是这个前边那个懂吧呀，跟这个就一样，这就是它的这个什么时啊？
命令式。这就是那个就是114页中间就是第9句那个最后那个词，第9句第1行最后那个词懂吧，就是它，就是走去。原型就是它的命令式就是这个腾。命令式是这个腾。这是那个的命令式。命令式不是有这个表示能否事吗？就是它走向天空，就是这个法身变得越来越大，就走向天空。它这译得很好，叫耸入空中，显得那个更有气势。实际上这个词儿就是走的意思，去的意思，往空中去，就这意思。它表示这个能往空中去，就是它有这种能力。最后却姑那么卡唐扎瓦尔丹，却姑那么卡唐扎瓦尔丹，却姑那么卡唐扎瓦尔丹，却姑那么卡唐扎瓦尔丹。法身，然后法身是主语，然后看最后丹显示的，显示成，然后再往回到扎瓦是像什么一样呢？堂前头像天空一样，法身显示的像天空一样，就是天空有多大，法身就有多大。他这意思就是法身与天空等同，就是充满了天空。这是一个天神工匠这个画的一个法身，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他这个里头语法现象就是那个第2行最后那忒切切啦人呢，就是人就是沾染成什么样呢？沾染成前边补语，沾染成大，越来越大，沾染成大。这个时候做补语的时候，它可以前边加一个且。好，咱们来这个读一下啊。嘿索沃皮修干嘛？嘿索沃皮修干嘛？嘿索沃皮修干咩？嘿索沃皮修干咩？提南修对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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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姑却就是单白气，却姑却就是单白气，却姑却就是单白气，却姑却就是单白气。读得好，再读一遍啊。却姑却就是单白气，却姑却就是单白气。蓬巴东包切，蓬巴东包切，蓬巴东包切，蓬巴东包切。忒切切啦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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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卡拉腾的，南卡拉腾的，南卡拉腾的，南卡拉腾的。却姑南卡唐扎瓦尔丹，却姑南卡唐扎瓦尔丹，却姑南卡唐扎瓦尔丹。却姑南卡唐扎瓦尔丹。多长时间了？44分。再学2句吧，下边也比较短。形容词谓语句就是形容词做谓语，这个是很多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桌子是红色的，形容词做谓语。形容词在句中可以做谓语，谓语主语之后对主语加以描述。形容词做谓语时用词根或词根加语尾，少数形容词的词根可以用动词或形容词词根之后可以用于动词或形容词词根之后，共同构成谓语。就是有一些形容词的词根呢，可以在这个动词或者是形容词词根之可以用于动词或形容词词根之后。咱们来看这个具体的句子吧。第一，形容词词根单独做谓语，表示对当时或经常出现的情况的描述。这个咱们来看啊，第一个说米介哈伊，米介哈伊，米介哈伊，米介哈伊。这个人
节就是也可以说那个，你就直接记成节，王杰的节，一个木4点水，哎，节就是用这个记它的意思啊。节就是什么呢？叫家长、主公、头、领袖、国王，反正就是这些人节吧，就是哎，所以这可以直接你就理解意思就是人节，人里的头，哎。哈是天神，一是句格，哎，天神。贼呗，咱们整个句子读一下啊。米介哈义贼呗，米介哈义贼呗，米介哈义贼呗，米介哈义贼呗。由天神做人主，由天神做人中的领袖。贼是敬语的做，对天神嘛，人跟天对比，人低天高，所以用敬语。哎，人节人的头由天神来做的话，由于这样，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呗就是原因，就会出现什么结果呢？给看他们借给，给看他们借给，给看他们借给，给看他们借给。给是国王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包，它不是单独指国王，就是指国家，就是国家了。看是界，那就是国界，哎，国家的这个边界。他们界就是全部的国界，也就是全境之内，哎，全境之内。给咱们刚才说了，就是幸福，哎，全境都幸福。啊，这个他们界呢，成了这个就是不是表示那个界的全部，是表示所有的人都幸福。他们界经常就代表人，说一切的全部，所有的人都幸福，全境里头所有的人都幸福。就是说，天神做国王或者天神做人的领袖，这个国家呢，所有的人都会幸福。你看，这就叫圣者，那个古代人就是这样。现代人没这个福报，所以他连信也不信啊。这个实际上那个时候经常这个，你看转轮圣王啊，什么做国王，甚至像那个释迦那个时候菩萨做国王，实际上呢都属于这个圣者做人杰，那肯定那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像那个有一个国王说，我从执政以后，连针尖那么大一点的伤害都没有做过。你这现在那怎么可能想象？哎，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就有那个福报。人们也不犯罪，那个什么他的福报都很大，他就有那种可能的，所以现在人都这个少见多怪了。好，咱们读一遍啊。米介哈义贼呗，米介哈义贼呗，米介哈义贼呗，米介哈义贼呗。给看他们借给，给看他们借给，给看他们借给，给看他们借给。这个语法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形容词做谓语。形容词做谓语，你看，比如最后这儿，他们界是所有的人，这是主语；给是幸福的，哎，这就是谓语。所有的人都是幸福的，这就是所有的人都幸福。主语谓语，形容词做谓语。这儿第一个说的是单独做谓语，直接在这个主语后边，直接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幸福的，哎，就直接做谓语就完了。再看下一句，我出包其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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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这是具体指我的这个朋友。其他，这个其是晚一些后来，就是将来后来。它个句里，ring 日英 ring 是长，往后距离长，这是这个单词的这个就是每一个词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情谊长久，就是这个朋友靠得住，哎，这个就是有的看啊，哎，然后来借咱。来借咱，这个
lib 是语言，结是痕迹。语言的痕迹就是诺言，就是你说了话之后留下了一个这个什么呢？就是留下的痕迹呢，就是诺言。这个前头出现过。簪包是个形容词，这个咱们也说一下，不是形容词，广要这个簪呐是什么？妖怪。哎，广这个簪就是这是个名词，是妖怪、妖精、妖怪。加上包呢是严厉、险峻、坚固。哎，严厉、险峻、坚固是个形容词。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簪扑是国王，就是严厉的人就是国王。哎，这就是前边译的什么赞普什么赞普，那个赞普簪包，哎，就是国王的意思。有这么两个意思，一个是国王，一个是险峻、严厉、结实，就是这个意思。说诺言严厉、严峻、结实，就是严守诺言。说我这个朋友啊，这个情谊长久，诺言这个严遵守怎么说？反正理解他的意思就行了。下边就说一下他这个叫语法意义，就是形容词做这个谓语。先看最后那个，来借簪就是诺言是严格的，是坚固的、严实的、没有问题的。哎，这就是一个主语一个谓语。前边那个呢，期他扔，就是说后边的日子呀，这个会很长，他扔距离很长，哎，后边的日子长着呢。我这个朋友啊，哎，这就可靠，都是这个就是用形容词做谓语的意思。好，咱们读一下啊。俺出包其他个人，俺出包其他人，俺出包其他人，俺出包其他人，来借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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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咱们最后再学一句吧。给包信度忙灭给，给包信度忙灭给，给包信度忙灭给，给包信度忙灭给。国王非常的多。后边这个呢，灭给是一个就叫虽然，后边就是但是。哎，灭给就是虽然如何如何，给不是带有转折意思吗？哎，虽然国王很多，但是如何如何。哎，这个灭给就是起这个虽然但是的意思。后边确信君话信度牛，确信君话信度牛，确信君话信度牛，确信君话信度牛。确是法，在这儿就是指佛法。经常这个因为藏族嘛，就是信佛法，所以他一说法就不指别的法，就指佛法。信像佛法那样，就是按照佛法。君蛙是什么呢？一个意思是养育，一个意思是养育。要是小孩子就是养育，要是动物就是饲养，这你可以变化。守护，守护就是保卫、守护。哎，养育、守护，养育其实里头也包含守护。最后呢，不是最后了，还有一个意思是做，就是那个做事情的做。这个做事情的做呢，包含有治理、执行的意思。治理、执行，哎，这么几个意思。这个地方呢，就是治理，按照佛法来治理国家，按照佛法来治理。信度牛非常少，就是国王虽然很多，但是按照佛法来治理的呢非常少。这个它的语法意义呢，你看先看最后一句，说按照佛法来治理的，这就是一个名词，就是整个句子组成按照佛法来能治理国家的国王，哎，这就是一个名词。然后下边用形容词来做谓语，非常少。哎，非常你可以先不考虑，很少。哎，就是说
这样的国王是很少的。哎，这个形容词做谓语。前边那个也是说国王非常多，哎，一个主语，一个这个国王，然后呢非常多，国王是很多的，哎，然后虽然国王是很多的，但是呢能够按佛法来治理的很少，就是这叫用形容词做谓语。好，今天就学到这儿，咱们把这个句子先读一下啊。给包信度忙灭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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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行君蛙信度牛，确行君蛙信度牛，确行君蛙信度牛，确行君蛙信度牛。好，咱们还是学了3页多一点啊，就将近1个小时了，咱们读一遍就结束啊。翻回来到112页，倒数第2句。却北下擦瓦堂，却北下擦瓦堂，却北下擦瓦堂，却北下擦瓦堂。宁涅为罗马米用，宁涅为罗马米用，宁涅为罗马米用，宁涅为罗马米用。以翁在北普木就住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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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干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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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到托，没到套，没到托，没到套。军给诸都库外，军给诸都库外，军给诸都库外，军给诸都库外。几百你莫下，一百你莫下，几百你莫下，一百你莫下。却信度雷本云，却信度来本云，却信度雷本云，却信度来本云。从巴南比，从巴南给，从巴南比，从巴南给。除西北兴了，除西北兴了，除西北兴了，除西北兴了。雷本局，来本局，雷本局，来本局。年报桑瓦写本，年报桑瓦写本，年报桑瓦写本，年报桑瓦写本。参学内，参学内，参学内，参学内。改变掐锅儿，改变掐棍儿，改变掐锅儿，改变掐棍儿。锅儿的加气儿切，棍儿的加气儿切，锅儿的加气儿切，棍儿的加气儿切。拉拉你拉那没吧，拉拉你拉那没吧，拉拉你拉那没吧，拉拉你拉那没吧。养大班儿左呗，养大本左背，养大班儿左呗，养大本左背。强求度三盖度，强求度三盖度，强求度三盖度，强求度三盖度。空牛儿度块儿穷，空女儿度块儿穷，空牛儿度块儿穷，空女儿度块儿穷。叫我们咱得给，叫咱得给，故大苏眼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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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班儿单的，云班单的，云班儿单的，云班单的。三个多的比二，三个多的比月，三个多的比二，三个多的比月。还没能话在，哈没能话在，还没能话在，哈没能话在。卡多能把那错给，卡多能把那错给，卡多能把那错给，卡多能把那错给。白马长没吧，白马长没吧，白马长没吧，白马长没吧。咱们一个一个读啊，还没，哈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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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猜，汉内菜，很难猜。汉内菜。这
这个都是不常用的很生的词啊。这个下边克罗养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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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瑞堂台巴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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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日几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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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缺囊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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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那巴那错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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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其实懂吧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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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不都养忙呢，日不养忙呢，日不都养忙呢，日不养忙呢，其实可儿吧你，牛日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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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家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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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外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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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柴度掐外，夏日柴度掐尾，夏日柴度掐外，夏日柴度掐尾，巴巴拉破布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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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爱哇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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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康南给色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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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谢堂闸外囊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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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瑞堂东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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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灭所恰南，人面所向让，瑞灭所恰南，人面所向让，差西盖瓦读，差西给我读，差西盖瓦读，差西给我读，口台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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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人亲协大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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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亲包儿给乃，气亲包儿烈乃，气亲包儿给乃，气亲包儿烈乃，忙度贴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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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把忙瓦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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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菜打每把儿丢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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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记你行忙度灭那，他记你行忙度灭那，卡记你行忙度灭那，他记你行忙度灭那，诺儿一忙包儿丢了，哪儿一忙包儿丢了，诺儿一忙包儿丢了，哪儿一忙包儿丢了，写塞肉，写谁了？想别所南切北内，想别说南切北内，想别所南切北内，想别说南切北内，给派度记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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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帕度所听约巴样，他说平约巴样，帕度所听约巴样，他说平约巴样，忙日度松，忙日松，忙日度松，忙日松，江南得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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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阳云度单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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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木提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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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塔度嘎古让贝，马塔度嘎古让贝，马塔度嘎古让贝，马
马纳鲁嘎布然妹，普木提信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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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行这本给我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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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我皮靴杆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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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那么修对钱呢，天南修对钱呢，提那么修对钱呢，天南修对钱呢，却估却九日单带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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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巴东包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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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接切了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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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卡拉疼的，南卡拉疼的，那么卡拉疼的，南卡拉疼的，却估那么卡糖扎瓦尔丹，却估南卡糖扎瓦尔钱丹，却估那么卡糖扎瓦尔丹，却估南卡糖扎瓦尔丹，米界哈伊泽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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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看他们界给，给看他界给，给看他们界给，给看他界给，爱出包其他个人，爱出包其他人，爱出包其他个人爱出包其他人，来借真，来借咱，来借真，来借咱，给包信度忙灭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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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信公娃信度牛，确信公娃信度牛，确信公娃信度牛确信公娃信度牛。啊，这还是萨迦格言的，你这成了规律了，就是好人少是吧？